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科切拉佛教中心的温婉如讲法师，在中心主要负责儿童教育课程设计与安排，以及为大家编排一些有益身心的活动。今天很高兴能为大家简单讲解可以让我们迅速增福增慧的金泽法门。相信大家都知道，除了多劫雄灯的主要化身以外，还有其余4个化身，总称为雄灯5部。这5部各有公认的具体功能，分别为色、受、想、行、识5蕴的显现。其中受蕴的显示，就是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主角金泽。金泽又名宝胜雄灯，是多劫雄灯的真长相。他的身体全金色，右手朝天，手镯盛满甘露的金黄色长寿瓶，盖子上还有一棵满愿树，而左手则拿着一个装满宝石的珍宝碗。他身穿华丽的黄色袈裟，以宝饰庄严其身，骑坐在一匹装上美丽的基勒和马鞍的米色宝马上。很明显的，修持金泽的法门可以为我们带来增长的能量，让我们的财富、寿命还有所有的善德从而提升。这个法门是尊贵的堪苏强巴耶喜仁波切在南印度的甘丹沙基寺传授给我们的上师，尊贵的詹杜固仁波切。堪苏仁波切在1927年出生，于2011年圆寂。他在世的时候是一位卓越的学者、大禅师，而且持戒非常严谨。他16岁加入西藏甘丹寺，之后考取头等拉朗巴格西，在上世纪50年代移居南印度。堪苏仁波切曾委任为南印度甘丹沙基寺的住持长达7年。在那期间，詹仁波切充当堪苏仁波切的秘书跟翻译。而金泽的法门就是在那个时候传授给詹仁波切的。今天我会为大家讲解持诵金泽心咒之前应该做的观想。我们可以在做日常课诵、修持多劫雄灯护法或任何护法筹供时插入这个观想。我们先以禅修的7支做法盘坐在面向佛桌或在佛桌前面的位置，然后先诵读其真义事业劝请文，再念诵心咒。我先把金泽真义事业劝请文念一遍，随后说明观想的内容。吽，皆名52大乐幻化舞，千般游戏变化作显现，正义三有详示9佛母，护教财天众会请降临，吉祥香物常用7珍宝，茶酒、乳酪、糌粑、烟食等，外内秘密广大供养云。越狱增益天王及部众，我于且师自信仰望汝，逆品障碍诸魔悉超胜，寿命福德财福与福泽，教正功德美名令增扬。殊胜三会耳传法藏教，以讲以修弘扬诸方时，妙乐圆满光明之庆宴，遍满十方大地事业行。接下来，曾接收过灌顶的人就观想自己心中有个吽字，它可以是藏、中或英文字，化现为自己的本尊。而没有受过灌顶的人，则观想宗喀巴大师坐在我们的头上，面向前方。我们观想黄色的光从本尊或宗喀巴大师心中放射到金泽和他的眷属心中。他们心间同样有个吽字，而且是黄色，坐在日轮上，为咒曼所围绕。金泽与其眷属非常高兴和满意。这个时候，闪烁的光芒从他们的身上散发到十方，每一道光的尾端化现出无量美丽的天女，就像曼达拉供养那样，给十方的佛、菩萨、永父、空行母等等做大供养。佛菩萨们对护法及眷属的供养感到非常满意，然后把光送出，让金泽和眷属，主要是金泽
充满光辉和更多的力量。金泽及眷属还有金泽的宝碗、宝饰、宝剑、宝床等等变化无数，充满十方三世千千万万所有的世界，再一次放射黄色光芒到非凡众生、众神、夜叉、隆重等等，然后轻轻地触及他们。这些光把他们的生命、美德、好运、光辉、财富全部勾回来，变成金黄色的如意宝、七珍宝、八吉祥象征等等，收到金泽的宝碗里。那些功德、光辉、美德、财富等等，让金泽的宝碗充满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如果我们时间上不允许，观想可以到这里先告一段落。倘若时间充足的话，我们可以继续做以下的观想。金泽的长寿瓶和宝碗放光到我们的功德主、家人、亲友、一切众生，所有的坚定心、恶业，特别是贪婪，全部去除。这时候，我们收到金泽身、语、意以及祝福的加持，以金黄色的形式呈现。所以，我们跟全部的众生同时充满福德、财富、智慧、佛法，而且完全达到所有的成就。接下来，金黄色的光从金泽的身和碗散发到天空，变化出各式各样金黄色、明亮又鲜明的云朵。从这些云朵和金泽的宝碗、谷米、珍宝、钱财、资源等等奔流不息，大量的落在我们的国家、区域、房间、聚宝瓶里，让我们丰衣足食、家给人足，永不缺失所需的资源、财富还有财源。这个时候，金色的云朵向十方发出隆重的吼叫声，非常悦耳。我们的名字随着声音遍布各处。观想到这里就结束，接着就念金泽眷属心咒9遍。Om Dhammapala Maharaja Bensa Begawan Samaya Za Hong Hong Ratna Siddhi Drum Drum Za Za Du Du Siddhi Pala Ayuke Hong A， 然后就全神专注在金泽的心咒 Om Bensa Wiki Pidana Soha Seso Peljo Longe Tamje Putrim Kuru Hom。金泽的心咒最少要念3遍，但是可以的话，念越多遍越好。另外，尊贵的冈坚仁波切，也就是我们的上师詹都固仁波切其中一位上师，也为我们介绍了简短版金泽心咒 Om Bensa Wiki Pidana Punya Siddhi Hom。如果有充裕的时间，建议大家念比较长的版本。接着，我们就念一遍金刚萨埵百字明咒。Om Bensa Sato Samaya Manupalaya Bensa Sato Teno Patita Tidro Mebawa Suto Kayo Mebawa Supo Kayo Mebawa Anurato Mebawa Sarwa Siddhi Me Prayacha Sarwa Kama Suchame Tritam Sriyam Kuru Hom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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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 Bakawan Sawa Tata Gata Bensa Mame Muncha Bensa Bawa Maha Samaya Sato Ahom Pet。接着就做融入的观想，祈请金泽常住在佛像、唐卡和聚宝瓶里，然后观想金泽和上师融为一体，在融入明亮的黄色光芒中，这道光来到我们的头顶，融入我们。这时候，我们就要观想自己与文殊菩萨所化现的金泽是一体的。金泽法门观想的部分到这里圆满结束，我们接着就可以继续完成我们日常科诵或筹供。如果大家在经济、健康、事业、感情或其他方面上，最主要当然还是修行上有障碍的话，不妨好好做这个观想和持咒，你们一定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祝大家道业增长，身心安康，法喜充满。我们有机会再会，谢谢。